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心思无定，抽签算命。真侪人介意抽签算命，不管是问运气、问事业、问姻缘，也是拄着问题，想要互家己有一个决定代志的方向。但若心思无定着的时阵，总是会操烦。这是每一个人拢会遇到的问题。若是懵懵渺渺，无一个确定的目标，这时就会去找神明求签，也是找算命先的来替你决定。不管求到的是啥物，咱就甲伊当作参考，嘛毋通伤过迷信才好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